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2月4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一篇文章。这个文章是孙立平教授的，应该是发在公众号上的一篇文章，叫“问题不是你需要什么，而是你是否被需要”。可以说这个问题直指人心不是你想要什么，而是你是不是被需要。如果你都不是被人需要，你价值在哪里？你能不能存活都是个问题文章的原意咱们一起看一下他说就绝大多数人来说就业是获得收入的最主要来源。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银行数据全球范围内约26亿人需要依赖工资收入生活，也就是你不得不做牛马上班。全球70多亿人26亿人，那就是最少1/3的人你不工作是不行的。如果按这个劳动年龄人口来算的话，那将近50%就是一半人你不得不为生活而奔波，早9晚6，甚至得996。因此人们能否就业，能否充分就业，就成为决定大多数人生存状态的最主要因素。没有就业就没有收入来源，我想这个不用多说现在有很多年轻人甚至中年人在这个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已经充分的感受到就业的这个必要性和紧迫性。大家现在都防失业嘛，在最近的几年中，中国失业问题愈发严峻。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24年4月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同期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 5.1%， 略好于全国。但上述数字并不能准确反映目前我国失业状况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些数字只能参考。首先，失业统计的范围仅覆盖城镇户籍和常住人口，未包含约 2.9 亿农民工中的失业群体。其次，在就业人口中，约2亿灵活就业者、网约车司机、外卖员等就业质量波动难以量化。第三，青年失业率高，排除在校学生，也就是16岁到24岁的青年失业率，把学生去掉，那么在2024年4月为 14.7%。这个失业的问题当然与经济不景气直接相关，人们讨论失业问题的注意力也主要在这里。但是孙立平教授他认为现在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技术的进步，是自动化和智能机器人的使用，而这种趋势现在只能说是方兴未艾。未来这一因素对就业的影响将会进一步显现，甚至会对就业问题产生根本性影响。这个观点我觉得有必要认真探讨，就是机器人的出现，高度自动化，在这个之后人到底干什么？孙立平教授说他说我们可以看看下面的情况。2024年全球灯塔工厂的数量已经覆盖了全球31个国家和35个行业，其中中国的灯塔工厂占据半壁江山，达到79家，占全球总数 45.3%。 灯塔工厂代表的是工业领域顶级智能制造能力。说中国目前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智慧工厂和自动化终端，已建成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1万多个，是全球最大的智能制造应用市场。在大量引入数字化技术、自动化设备、智能生产线的同时，对工人需求量急剧减少，制造业正在向着一种少人化甚至无人化的模式转型。美国的一个专栏作家叫弗里德曼，他不是写了一篇文章吗？他说大家应该告诉特朗普你在中国有一个新的名字叫川建国。然后他就详细描述了他在中国的一个叫黑灯工厂，就那个工厂没有灯，漆黑一片，但是工厂却在满负荷生产。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工人，都是自动化的，它不需要灯这是未来的趋势很多工厂恐怕都是无人化。我回忆起我在95年去那个唐山冀东水泥厂参观，那是我读大2应该也叫实习吧，反正就是一共是在唐山待个10来天。当时我对工厂是一无所知这个大家都能理解。从农村出来，完了之后上大学就没见过工厂，就没见过正经的工厂，那个时候也没有正经工厂。上个世纪90年代然后当我去那个冀东水泥厂参观完之后，也觉得太神奇。他那矿石烧水泥的那石头从矿山破碎完了之后，直接通过皮带运到那个皮带大概10几公里长一直运到水泥厂进球磨，那个叫粉碎车间叫球磨机，球磨机出来之后再去那个碎掉窑叫这个回转窑去烧完之后再去怎么样是包装上车，整个的生产线就没有人，只有清洁工。到时候因为那
个水泥厂粉尘大，你怎么除尘呢？它都还有粉尘，所以它就是主要是清洁工洒水，人都在中央控制室通过电脑控制。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太先进了。后来带领我们参观的水泥厂的那个总工跟我们说这个生产线是日本淘汰的，日本80年代的技术到我们这儿都是最先进的。我去之前呢，长者刚给那个生产线剪完彩，你就知道这条线意义多大，都是人家淘汰的。我们接着看文章他说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023年报告，2022年中国工业机器人装机量达到29万台，占全球总量的52%，连续9年位居世界首位。截至2022年底，中国工业机器人保有量突破150万台。2022年，中国制造业机器人密度达到322台每万名工人，全球是平均141台，这个差不多是2倍多当然，这个趋势不独发生在中国，在世界上，特别是在发达国家，这是一个共同的趋势。麦肯锡预计到2030年，欧洲制造业部门约有210万个岗位会消失。自动化对就业的影响直接而明显。据中国社科院2023年制造业就业蓝皮书估计，2015年到2022年，工业机器人累计替代400到600个制造业岗位。这些岗位主要集中在重复性体力劳动，如装配线工人，替代率为70%到90%；低技能质检，如目视检查员，替代率为50%到60%；仓储物流，如分拣员，替代率40%。他举了个案例他说可以看如下案例：某合资车企武汉工厂焊接线工人从2015年到1200人降至2023年的200人，自动化率提升95%。富士康郑州工厂引入10万台机器人后，员工总数从2012年的30万降至2023年的18万。要知道它的产量还在增加，那人们就不禁要问了，这些少掉的岗位被挤掉的人都是些哪些人呢？根据人社部2023年的调查，在被挤占掉的人员中，40岁以上的工人占68%，就是年龄大了。初中及以下学历者占73%，其中男性占58%，因为重体力岗位从业者主要为男性。而在这些失业者中，通过培训转岗至技术岗位的仅有18%，有42%的人转向外卖、网约车等零工经济。展望未来，这种趋势会有增无减，特别是在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飞速进步的今天。它原因无他，如成本如效率。有人进行过估算，企业每部署一台工业机器人，每年的维护与升级费用8至12万元，但可节约人力成本15到20万元。他说这样的一个趋势影响深远，不是一般的深远。孙立平又举了个例子，他说下面的一些预测更是令人心惊。到2030年，协作机器人成本将降至5万至就是每台，这会进一步挤压低技能岗位。波士顿咨询预测 AI 质检系统精密度高达 99.9%， 现在已替代 50% 以上人工质检员，将来还会有更多。麦肯锡预测2025年中国制造业劳动力需求将比2020年减少2000万人，这又有2200多万人要失业其中60%集中于中低技能岗位。这将带来什么样的一种影响呢？实际上前面给的数字指的都是一些中低技能岗位，年纪大的，文化水平比较低的这些人容易被这些人所从事的岗位容易被替代掉。但是随着人工智能的进步所谓的白领，所谓的这种创意，所谓的高学历的岗位一样也在被无情的取代。你比如码农，有人说这个人工智能它不能解决码农的所有问题，但问题是它能解决很多问题，它就挤压了这个岗位一个公司本来要招10个码农，现在有了这个人工智能以后，比如 DeepSeek 或者 ChatGPT 或者其他的模型人家部署了这个之后他本来招10个码农，那他现在只招3个就够了吗？或者是招一半，招5个。不要以为这个你有学历，你有知识，你就不会被取代。那个 DeepSeek 刚出来我就测试了一下你比如说很多岗位，码农这个我没有测，我自己不写代码，我不清楚。但是写文案这个，那 DeepSeek 虽然写的现在还不是那么特别好，但是趋势你能看出来，它完全可以取代这很多这个专业写文案的很多文秘工作你比如说起草个文件，大家记住了你起草文件恐怕好几个人，
人，不是一个人，对吧？有起草的，有改的，有审核的，一堆人呢。就目前这个人工智能的水平，我觉得可以砍掉1半人。哎，你还不要说它往后还要发展。哎，我以前写过文件，写过各种报告，哎，给政府打报告。我觉得就我写的报告，完全可以让人工智能，让 DeepSeek 去写，写完之后我再改一改啊，这个还是真正的报告啊，就不要说那些口水报告啊，反正那是交差用的，糊弄的，那就更可以用人工智能去解决。你比如说啊，什么学习心得，你根本不用花时间了，对吧？人工智能上面写一下，自己稍微润色一下，这都不叫事。要8000字就能8000字，对吧？要5000字就5000字，还能确保你不犯错误。它还是仅仅是现在的水平啊，你再过3年你看。所以说啊，不是说这个技术的进步只是取代那些劳力者、那些体力活的、那些拧螺丝的、那些生产线的，不一定，对吧？很多坐在办公室的也会被取代。最后啊，这个孙立平教授啊，他说引用赫拉利的一句话，他说无用阶级面临的真正问题不是贫穷，而是意义缺失。几个世纪以来，社会契约承诺的你的生活有内在价值，只要你做出经济贡献。但如果算法比你更擅长做所有的事情，你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最后啊，孙立平教授说啊，一句话，你不再被需要。这个恐怕不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而是未来，对吧？10年、20年，很多人就要面临的问题，就是整个社会 GDP， 整个社会的财富，整个社会都在高速发展，并没有停下来。但是创造财富的人，就需要的岗位越来越少。你看啊，它不是说没有财富了，不是说社会停止发展，不是的，社会还在高速发展，但是越来越多的人不被需要，就是你仅仅是活着，甚至活着都是困难，因为你没有收入啊。但这是个过程啊。我的观点啊，现在这个无论是哪个政府、哪个社会，它都有一个叫最低保障，就是你就是没有工作，那得也让你活着，对吧？这个美西方咱就不说了啊，对吧？它的保障，那咱们也有这个，就是消除贫困了，咱们也要解决这个绝对的贫穷，什么啊，没有收入的人。我想这个在相当长时间内啊，各国政府都要做的，也就是一面你的财富在增加，这个整个社会啊 GDP 的增加，但是这个越来越多的人失业，找不到事情干，但是你也得活着。那虽然说他现在解决的还不是很好啊，但他还是要解决，这是第一层意思啊，就你还是可以活着。但是我们每个人呢，具体到自己，随着时代发展，人总要问自己为什么活着？难道你活着就是为了吃低保，然后维持一个最低的生活水平吗？你不再被需要。所以我认为啊，随着一代又一代人呢，大家的思想会变化。按道理来说啊，如果这个政府他做好了分配，什么1次分配、2次分配、3次分配，那么社会财富越多，我们能养的人就越多，能够维持人呢，不仅说最低生活标准，而且还可以让你活得更好一点。这个完全可以做到，因为整个的社会财富在增加的。但问题是，即便你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你无所事事，你真的没有工作，你不被需要，那意义在哪里？所以这个孙立平用这个郝拉利的这句话，他叫问题不是贫穷，而是意义缺失。他用了一个叫无用阶级，就是无用阶级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群体啊，他没有用，对社会好像没有什么帮助，科技的进步跟你也没关系，你就是个消费者，纯消费者有什么意义呢？我在想啊，随着科技的发展，随着人工智能，随着这个生产力的进步，这个人呢，很有可能会越来越少，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找不到生存的意义啊，他就更加不愿意生孩子，不愿意结婚，对吧？即便你说，哎，孩子生下来政府管，对吧？政府给他养到18岁，那也很多人不愿意生啊。这就是目前啊，这个比如美西方、北欧那些高福利的国家，它人口出生率反而更低，恐怕就是这个道理。当然，这个需要时间啊。我们这一代人，甚至90后还有00后，恐怕现在正在寻找活着的意义啊。活着的意义就要找工作，就要有收入。但是随着这个技术的进步啊，社会的发展，很多人恐怕一生下来他就接受了自己没有工作，然后发现自己是一个无用阶级啊，没有用。我们恐怕还体会不到这一点，因为我们这个受了这么多年教育，还有这个当前这个社会的变迁啊影响，我们总感觉这个地球就离不开我，那你当然有用啊，对吧？一旦你没了，你想想多少人就装不下去啊，对吧？这个上有老下有小，还有按揭贷款没还完，还有这个还有那个，哎，这一切都说明你还有用啊。这么说的话，感觉这个有点消极，但是我觉得呀，为什么说思想会变呢，对吧？这就是我说的。以前啊，经常说的，你人活在世上，不仅仅是物质，不仅仅是财富，你还有精神追求，对吧？一旦你脱离了精神追求，精神这个财富，你只看物质财富，最终啊，你恐怕就被淘汰掉。或者我们换种说法，就是你不被淘汰，但是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就是追求财富的人，以后会越来越少，那是少数人的事情。因为这些追求财富的事情，完全可以由机器来，由这个科技，对吧？由这个其他来替代。只有精神上的这个追求啊，才是不可替代的。人工智能
能，它再发达，它还没有自主意识啊。所以啊，不是说我们这一代，也不是说未来10年，是说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整个社会恐怕越来越追求精神方面的啊，物质这一块呢，追求的人会越来越少。再说了，你也追求不了，对吧？有几个马斯克这样人就够了，剩下的就需要政府怎么来平衡这个财富，怎么样让创造了这个就少数人通过工业技术，通过人工智能创造的这些财富，怎么样给它更加合理的啊分配给，或者叫我们说俗一点，就是养活这剩下的这些不能创造财富的物质财富的。我想未来一定是这样子，大家更多的追求的是精神生活，精神方面的。我们换种说法，在科技高速发展，对吧？人工智能取得重大成就之后啊，就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叫人对社会的什么意义缺失。简单点说，反过来说，就是我们生下来不是为了干活的，我们生下来不是为了赚钱，我们到时候恐怕是真正的是追求精神上的，就是你生下来是为了追求精神上的圆满觉悟，而这个圆满和觉悟跟过去的那个佛教什么啊其他的宗教又不一样，是在物质科技极大发展、物质极大丰富的情况下的一种圆满觉悟，是不愁吃喝、不愁生存。从这个意义上啊，就不存在说你被不被社会需要，而你被不被自己需要是最重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啊，我是铁杆支持科技发展的，把人给解放出来。人不是生下来就要干活的，生下来就要拧螺丝，通过拧螺丝来养活自己，通过放牛放马把自己变成牛马，这种事都是因为科技生产力不发达导致的。一旦生产力发达了，对吧？科技革命，那我们的思想也会得到进一步解放。所以我们不应该杞人忧天。我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这个智能驾驶一出来，那很多人就在那喊，是吧？你这个就是网约车司机，你跟这个出租车司机竞争，你端人家的饭碗，砸人家的饭碗。这个从短时间看是这样子的，比较残酷，但是从长期来看必须这么干，对吧？你不能因为抢了人的饭碗，你就不干这个科技进步的事。我们从人的角度来说，他生下来不是也为了开车的，对吧？这个一个人生下来不是为了开网约车，他为什么现在开网约车？是因为他生活所迫。他为什么生活所迫呢？某种程度上还是你的科技生产力还没达到。如果你的生产力技术这个高度发达，人人都不存在这个生存的问题，那他为什么要通过开网约车来体现自己的价值呢？有这个必要吗？没有必要啊。所以说从这个社会进步来说啊，我是希望这个人工智能高科技发展越快越好。马斯克不说来搞1万个人形机器人吗？今年搞10万个才好，越多越好。只不过啊，这个科技进步的越快，我们在短时间内我们的痛苦多一点，因为对吧，在这个代际更迭的时候啊，总有人要付出一些代价。但是这个是潮流啊，是大势所趋啊，没人能阻挡。所以你看啊，有很多人呢，为什么是牛马？那是因为他自己的认知决定了，他只能做牛马，他认为做牛马才是他的意义。就他最起码已经忘了，做牛马只是一种手段，我是迫于生活啊，我是没有办法，我才做牛做马。有很多人恐怕不知道我们的认知啊，在这个这么长的教育过程中啊，潜移默化了，越要面子越穷。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啃老，比如说全职儿女，在我们很多人看来，就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教育体系里面啊，我们的认知里面，那这个肯定是不好的，我们嗤之以鼻，我们肯定要对他进行教育一番。你怎么能啃老呢？对吧？你有手有脚，你应该努力去啊。实际上这就是认知的偏差，有老可啃才是幸福的。反对啃老的人一般都是认知比较低的，自身发展的不好，认识也比较低，没有资源，没有办法，叫无老可啃。大家记住了，有老可啃和无老可啃这是有区别的。如果你是无老可啃，对吧？我没有资源让你啃，那你就要承认，你不能这个拿着道德的大棒来说他啃老是错误的，你这个才是错误。你想一想，哪一个有钱人不是让自己的孩子的啃老，对吧？在自己的肩膀上，在自己创造的王国，在自己的财富帝国上面发展，这不就是啃老吗？李嘉诚让他2个儿子继承他的几千亿的财产，他2儿子不是啃老吗？如果他这2儿子在中国的，对吧，甘肃哪个农村，他就是玩命的考985，考清华北大，他也不行啊，对吧？你天天给他打鸡血，给他灌心灵鸡汤，他能有现在的成就吗？哪个不是啃老啊？啃得光荣，啃得伟大，啃得理直气壮。只有那穷人没得啃，他在拿着道德的大棒说，哎，你不该啃老，这是有钱的。你看哪个有钱？你看看那个娃哈哈的那个宗庆后，对吧？他死了之后，他女儿，这不是啃老吗？2代不都在啃老吗？他怎么啃得理直气壮，啃得天经地义呢？啃得惊天地泣鬼神呢？穷人家的孩子是没得啃，不是啃老有错，他是没得啃，没老可啃硬啃，这个是错误。这是有钱人，对吧？这是贵人。有权的呢，不也是在啃老吗？对吧？自己看看去，连大队的村支书都要把自己的位置传给自己的儿子，不是在啃老吗？这个例子太多了，都不能举啊。司令官，对吧？现在把位置传给自己的女儿，这难道不是啃老吗？怎么他啃老就是对的呢？啊，就是拯救民族呢？危亡之际，继承发展，或者你啃老就变成罪过。
福。哎，我说这么多例子，大家想一想，这就是认知啊在限制你，对吧？人家年轻的觉悟的啊，人家就嫁入豪门，虽然受点委屈，但是我们偏偏要宣传，哎呀，通过自己劳动，通过自己的什么双手，勤劳的双手啊，财富要一步一步的积累。你可千万不要嫁入豪门，你看看多苦啊，受人白眼。但实际上，大部分是通过嫁入豪门才改变自己的阶级。你看我们的教育就是这样的，什么的通过勤劳的双手自己创造，实际上这个都是在忽悠你，让你做好一个本分的牛马，对吧？你只干自己眼前的活，吃自己眼前的草，你不能抬头往别处看，你一往别处看就麻烦了。那个驴拉磨啊，这个农村人都懂，驴拉磨，还有的时候拿牛拉磨啊，都得给他眼睛蒙上，让他看不见，蒙着眼拉磨，他一圈又一圈的，他也不觉得累。你要把他眼睛不蒙上，他干一会儿他就撂蹶子，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了他在转，他看到自己在原地转圈，谁也受不了，连动物都受不了，就不要说人了。所以你看我们的教育有的时候限制了我们的认知啊，对吧？你找对象一定要找个什么勤劳的，年纪相仿的，一起啊，两个人白手起家，净讲这样的故事，一代又一代人上当受骗，对吧？你看看那些权贵，不要说国内，就说比如说英国吧，或者德国那些贵族，人家那个婚姻观，再看看香港那些豪门，但是这些他不能让你知道。如果你都这么想，那谁去创造财富呢？谁去干活呢？谁去做牛马呢？县城婆罗门，你说哪个不在啃老，对吧？但凡手里有点权力的，把自己的孩子或者是子侄都安插到自己的系统里面，这不是啃老吗？他们通过各种手段把资源给到自己的下一代，有的还不是自己的资源呢，是国家的，是我们的大头，或者对这些穷人，对这些没有资源的，对这些普通人教育他不要啃老，对吧？他们吃饱了喝足了，扭头告诉你这些东西不健康，吃了之后啊容易高血压，对吧？你这还是饿一点比较好。所以说啊，随着科技的发展，随着技术的进步，随着人工智能，未来啊啃老，但是这个啃老已经不一样了，这个啃老就啃国家或者叫啃富人的，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啃老。我认为啊，就变得天经地义啊，就应该这样。说来说去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不要固步自封啊，不要为未来人担心，说什么科技发展了没有工作了。我认为啊，现在很多人他本末倒置，人活着的意义就要干活吗？就是赚钱吗？还没想明白。你现在所做的一切，除了你兴趣之外的东西啊，就是有人说我的兴趣就是拧螺丝，我要拧到最好，这些人除外。你哪个拧螺丝的不是生活所迫，不是为了那点工资被迫的？某种程度上我们又回到了原始社会啊，对吧？一切都是大自然的馈赠，你根本就不用养殖什么，也不用种什么，不用什么耕作，对吧？你饿了就去打猎，困了就睡。随着科技发展，随着技术进步啊，人工智能，只不过让我们又回到了过去，你根本不用愁着吃喝，不用愁着生存，但是比原始社会那个状况，生存条件呢那是高得多啊。我们要回到那种状态，物质极大丰富，思想更加自由。实际上你一旦被你的生活所迫啊，对吧？你迫入你的生计，你要吃饭，你要赚钱，你就谈不上自由。当然了，我们也考虑啊，这个技术的进步啊，迭代和当下的矛盾之间要处理好。还是以出租车为例啊，如果你突然明年啊就能实现这个出租车、网约车自动化、人工智能、无人驾驶，但你是不是明年就必须要取代呢？所以你得有个渐进的过程，对原有的这些司机，你还得有办法去处理，让他们平稳的着地，能够解决他们的生计，对吧？这是技术手段。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啊，我认为这个人工智能、这个高科技这些技术不是太快，而是太慢了，应该要加快，把我们从这些无意义的劳动中啊解放出来。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